土，开地平安，国运昌隆。台南善化区南121线溪埔中路拓宽甲新平道路正乌桥中路工程16号正式动土，由内政部补助8成，加上地方配合款，总经费大约9.54亿。这个工程如果再晚一点开始的话，搞不好就要依照新的财划法，搞不好我们地方就要负担更多了。所以对于地方财政来讲，对于南科的交通来讲，对于地方的繁荣进步来讲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工程范围对北边麻线公路第19架线、甲溪埔中路南121线交叉路口往南延伸到大约丰年桥头前，拓宽路段长度大约1.9公里，宽度由现况10公尺拓宽到18公尺。新平路段对丰年桥北边延伸到高桥中路，长度大约1.3公里，路宽18公尺，总长大约3.2公里，双向4车道道路。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南科区北向的一个联络道路做一个优化，而且做一个分流的一个车潮，解决一个南科通勤塞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。对咱地方上来讲，道路交通的改善是人民认为上重要的代志。你发展经济，你要生活过了好，地方上的大项代志、大细的代志，要交通顺利安全。这拢是爱靠一个足好的道路系统来运作。整个工程预计伫2栋后完工，到时会当解决南科交通塞车问题。另外，8外环树果联络道嘛预计伫明年4月份完工，同时向中央积极争取这条道路的优化工程建设经费，增加南科路网效能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